来看刑事局锁定伫联邦民警会分林分会，有一个查甫人涉嫌招一寡要未成年的囡仔加入暴力讨小，警方当中抓到11个成员，其中有5个人要未满18岁。专案是依照刑法妨害自由、伤害甲恐吓的罪嫌上班。大批警方严惩撞入去嫌犯的主体掠人。 到厝内发现主嫌已经浪港，随走去楼尾顶敲锤，抓到密伫露台的嫌犯。好，来，起来！来，最后一个。警方敲出大批武器，还有重量5.51公克的二级毒品大麻，一概将11人拢抓起来。刑事局中打接到chứng据，有帮派分子伫咧分林吸收在地人，对被害者暴力讨小。其中5个被害者因为祭母也是小姐喙等小可代志，嫌犯就闹人甲因拍。动辄因事故纠纷，率众对无辜被害人施以暴力犯行，其中有5名被害人分别遭赖贤等人以催讨债务或口角纠纷为由，持械殴打、致伤及毁损车辆。 警方表示，涉案的查甫人是德联邦民警会的分林分会的干部，为着要扩大家己的势力，吸收听学的少年人行歹路，带转去的11个人有5个是未成年。这些成员有一半以上是93到95年次，犯案的时间有些就是未成年的时候，大多都是没有在就学期间。 警方侦讯了后，专案以刑法妨害自由、伤害、恐吓，还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，移送检方侦办。检方核实了后，处分涉案的查甫人5万块交保，其他成员分别处分3万块，限制自己，还有撤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